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0年6月29号。这一期我們繼續聊聊伊朗，聊聊波斯，聊聊中東局勢。今天是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進行混合糾治的第122天，也是哈梅內伊悟道成仙的第122天，同時也是穆吉塔巴哈梅內伊人間蒸發音信全无的第122天。美国和伊朗在霍姆茲海峽打停，互相掐了一陣子，現在似乎又停下來了。這到底怎麼回事？實際上就是前幾天有一艘新加坡的油輪路過霍姆茲海峽的時候在阿曼這一側遭到伊朗革命衛隊無人機打擊，炸了駕駛台。但是這個油輪新加坡籍貨船並沒有失去動力，繼續航行。那這個就遭到了美軍立馬報復，出動戰機轟炸了霍爾木茲干省的沿岸很多雷達、無人機發射台、防禦陣地等等。那伊朗馬上不僅威脅要報復美國，他繼續加大對路過霍爾木茲海峽所謂的違規或者不聽革命衛隊調遣的這些商船的懲罰。第二天他又炸了一個叫橘號的一個油輪。那特朗普也沒客氣，晚上再次安排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這一回伊朗人也沒客氣，立馬反擊，炸了美軍在中東的8個軍事目標，科威特、巴林這些地方都挨炸。當然具體打擊效果咱不知道，反正雙方你來我往。本來約好了6月28號雙方要在瑞士展開技術談判細節，結果因為霍爾木茲海峽這個事情，雙方在瑞士的談判就終止了。不過今天又傳出消息，雙方同意在卡塔爾在多哈舉行這個會談，美伊雙方同意停止相互攻擊，並計劃於6月30日在卡塔爾首都舉行會晤，以解決霍爾木茲海峽的爭端。另一位美國官員表示，美伊雙方將暫時停止敵對行動，在技術性會談繼續進行同時，霍爾木茲海峽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國官員和另外的知情人士均證實了美伊計劃於30日舉行會晤。截至目前，美伊雙方以及當前美伊談判的調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爾均未做出正式說明。但是目前霍爾木茲海峽並沒有關停，並沒有鎖上。那雙方在這兒到底較什麼勁？實際上就是伊朗想通過美伊諒解備忘錄，他來解釋什麼美伊諒解備忘錄規定了，或者他自己擴大解釋。他認為霍爾木茲海峽管轄權就由伊朗來決定。為什麼說伊朗？你看我們還背着任務，這個伊朗的外長阿拉格齊他解釋這個諒解備忘錄，他說規定了諒解備忘錄簽完之後1個月之內，霍爾木茲海峽要恢復通航。那這個恢復通航的主體責任是誰？是我們伊朗。那我們要保證這30天裡面要恢復通航，那我們要做什麼事情？那我下面採取這些措施，難道不是順理成章的嗎？我的目的都是為了保證30天之內讓霍爾木茲海峽恢復到以前的，也就是通行量。那我現在對它進行管理，有毛病嗎？我這都不是為了履約嗎？我為了履約，那我管理那些不聽話的船，減少這個危險對航道的威脅，這難道不是天經地義的嗎？那我管理這些船，對不對？居然被美國當作借口還來揍我，我能忍得了嗎？我當然要反擊，這是美國在違約。你看伊朗人真的很厲害，他就特別能攪和，沒毛病。按照阿拉格齊的解釋，你看看咱們諒解備忘錄規定了，協議一簽30天之內霍爾木茲海峽要恢復通航，那我排雷你們不能搗亂，你們這船亂跑，萬一撞着雷了，對不對？萬一這個給其他的船造成生命財產損失，這誰負責任？導致這個海峽到時候30天通行不了，那這個責任誰來負？所以說你看伊朗人還真能扯，那美國人根本就不理這一套，是不是？那美國人你再給叽歪我就揍你。為什麼會這樣呢？實際上就是這個伊朗的最高領袖早就指示了，霍爾木茲海峽管辖權不容談判，那就是伊朗人的，我們這頓揍不能白挨，这你炸了我40天，不能白挨這個揍。那揍完之後，我們得到的一個好處就是霍爾木茲海峽歸我伊朗管了，人家伊朗革命衛隊連這個海峽管理局都成立了。所以我們今天也得細細的說一下霍爾木茲海峽目前什麼狀況。開戰之初，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就跑到那個海峡國際海域，就中心航線那一塊，他在那布了多少誰也不知道，反正只有衛隊知道。但是衛隊現在恐怕也不知道那個雷到底在什麼地方，因為他們海軍基本被炸完了。伊朗他就在他的海岸線12海里以內，
他畫了一條航線出來了，這也是保障目前霍爾木茲海峽通行的。這個航線是在伊朗的專屬區，不是12海里嗎？在12海里裡面，伊朗人就說了，你看看啊，你走我這儿走，那你得報備，你得告訴我什麼船拉什麼時候，那我還得有序引導你們通過，別到時候在這兒發生事故，又擁堵，把霍爾木茲海峡又堵上了。因為中間那個國際水道是有水雷的，誰不敢走，沒有排雷。伊朗按照谅解備忘錄，接下來1個月要排雷，把那雷排掉。這是所以說中間國際水道走不了了，那只能伊朗那邊12边搞了一個航道，你們從那兒走。但是你要从那兒走，你所有的船来回，你就得向伊朗就把海峽管理局報備。那實際上就是把管轄權交給人家了。那你以後等到國際水域放開航道嘛，你也得已經習慣了嘛，已經約定成熟了嘛，你們就得報備。等到你一報備，實際上你就承認了伊朗的管辖權。那伊朗往後的在谋求收費，這是都是一步一步的。那美國他不可能同意，不光是美國，其實全球其他国家沒有人，除了那些盘盘和那些毛拉粉之外，沒有人同意在那兒收費，也沒有人願意。所以特朗普當然受不了了，所以特朗普他就在要求阿曼，那阿曼他就在他這個12海里裡面也搞了一條航道，而且人家說了免費不收費。現在國際海事組織公布的這個航道就在阿曼這一側，要求其他的船你就貼着這邊走，這是自由航行。那你不就相當於搶了伊朗人的飯碗嗎？你就是截胡，這截流，跟伊朗人搶生意，那伊朗能受得了嗎？这不你就破壞了伊朗的對海峽管理的這個大計，所以說他就拿無人機去炸，而且他還警告阿曼，就這麼個事。那你敢炸這個阿曼這一側這個正常航行的通道，那美軍就要炸你。不過雙方目前很明顯都是把這些軍事活動限制在周末進行，免得影響油價。你看一到周一，馬上倆人好了，互相都說沒事了，我們要談判了。到下個周六繼續又得幹。特朗普也知道這不能，你要平時幹，那油價又上去了。昨天晚上油價就上去了，漲了幾個點。當然了，也是堅持了20分鐘，因為國際社會、資本市場他已經認可了，他覺得這個事情不是事了，很快就能解決。這畢竟現在每天還有很多船都從阿曼那一側出來，也有一些船是聽海峽管理局、聽衛隊的話，從衛隊那邊出來的。總之是有船出來，通行量並沒有比以前少多少，就這麼個事。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接下来革命衛隊是不會就輕易把管辖權給丟掉的，他一定要攥到手上。所以說他要攥到手上，他就必須要打你走阿曼的那條水道，把水道封鎖上。那他怎麼封鎖？就是無人機嚇唬。那特朗普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大家知道怎麼回事。那接下來這種摩擦肯定還有。而這個接下來6月30號在卡塔爾多哈談判關於霍爾木茲海峽，扯來扯去，那我剛才分析的那一套，伊朗人肯定說，那我的保證這30天霍爾木茲海峽通航，我的履約我沒有管理權，我怎麼履約？你阿曼你不配合，我怎麼履約？所以他一定会在這兒狡辯。當然了，伊朗的強硬派說法還是比較多的。伊朗革命最高領袖著作保存與出版辦公室成員法扎埃利表示說，伊朗方面已取消參與6月28號的這個技術性談判。原因一方面是過去幾晚的緊張局勢，也就是雙方互掐；另一方面是伊朗仍在等待部分條件得到落實，包括其被凍結資金得到解凍。也就說好了，協議一簽，你得先解凍一部分資金，但這個到現在還沒解凍，所以伊朗人不願意進行下一步。而特朗普不時的在他的社交媒體真相上發布帖子，在供貨交油，在極限施壓。當然，這種施壓到底有沒有用？也不好說，還是以觀後效。特朗普他說，我們正通過精準打擊摧毀伊朗恐怖主義機器，目標包括其通信系統、防空設施、無人機以及布雷行動，不再有任何妥協和遊戲。特朗普就是警告美國掌握着全部的主動權，現在伊朗就剩下配合，對吧？你只有配合的份兒，達成一項真正的和平協議，結束當前混亂局面，否則我們將以軍事手段徹底完成剩下的任務。如果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執意逼迫美國採取進一步行動，那麼它將無法繼續存續。那指的是毛拉政權，也就是這個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無法繼續存續，要給它抹掉。關於這個霍爾木茲海峽，叫達夫蒂爾國際大學新聞學教授西蒙斯，他向俄羅斯人評論，他說，愛因斯坦說過，重複做同一件事卻期待不同結果，那是愚蠢。他認為美國和以色列都不具備打破霍爾木茲海峽僵局的軍事能力，他們在該地區沒有足夠規模的地面力量來執行這種行動，
而伊朗只需保持僵局且不屈服，就能立於不敗之地。與此同時，華盛頓並不願將衝突升級為更大範圍的戰爭，因為那可能對其國內政治地位帶來負面影響。從更廣的角度來看，美以兩國目前都已經用力過猛。西蒙斯總結說，美國是一個正在衰落的帝國，其軍力正在瓦解。如果陷入更大規模的戰爭，那只會加速美利堅制式的崩潰。這是俄羅斯人他的觀點。按照俄羅斯談判的看法，繼續打下去，這個美國就會被伊朗拖垮。而這個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叫麥克沃爾茲，他在聯合國大會上公開表態，美國將視局勢需要摧毀伊朗用於控制霍爾木茲海峽的相關基礎設施，目標範圍伊朗沿岸雷達、通信指揮、無人機、導彈陣地、海上監控、布雷配套等支撐其管控海峽的軍事設施。美方輿論中甚至不排除延伸至兼具居民兩用的能源、交通基建。那這個恐怕不是單純的外交表態，而是將軍事升級選項直接放在聯合國多邊場合公開釋放，以極限威懾逼迫伊朗放棄對海峽航道的管控權。也就是說，美國要把伊朗人管控海峽的這個能力要打掉。那当然了，这个看看特朗普是怎麼做的。所以接下來美國和伊朗就霍爾木茲海峽控制權的事情還有一番鬥爭，從海峽到談判桌，再從談判桌到海峽。我們再看看這個俄羅斯國，這個伊朗國內是繼續一片混亂，因為就目前這種談判局面是伊朗強硬派完全不能接受的。因為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已經說了，霍爾木茲海峽的控制權不容談判，你居然還談判，談判就是失敗。伊朗的強硬派在電視直播中突然掏出一封最高領袖的密信，讀了足足11分鐘，外界才意識到不對勁，整個電視台一片大亂，信號被火速切斷，錄像也隨即被刪除。最高領袖在密信中寫了什麼？為什麼讓電視台如臨大敵？此人是曾參與核談判的強硬派議員，叫納巴維安。他在直播中宣讀穆吉塔巴曾為談判設下的11條條件，包括美國必須賠償戰爭損失，承認伊朗有濃縮鈾權利解除全部制裁，解凍海外資產，也就是要承認伊朗有核能力，有這個權利解除全部制裁，解凍海外資產，這個都好說，是不是？霍爾木茲海峽完全由伊朗控制等，並指責現任談判團隊超越了被賦予的權利，擅自與美國妥協。隨後信號中斷，也就是在電視台直播突然掏出這個穆吉塔巴的密信開始念，咣當咣當念了11分鐘，伊朗人才反應過來，電視台咣咣咣不給他掐斷，這個信號沒了，這個視頻也刪了。但是畢竟很多人聽到了。隨後信號中斷，國家電視台核心新聞頻道總幹事辭職，一場原本屬於伊朗內部的權力鬥爭以一種最尖銳的方式暴露在全世界面前。我說伊朗內鬥是越來越公開化，我覺得再這麼下去很可能他內部控制不住啊。就在事發3天前，特朗普剛剛在法國凡爾賽宮與伊朗簽署了一份14點諒解備忘錄，核心條款包括立即永久停止敵對行動，重開霍爾木茲海峽，美國解除對伊朗的石油制裁，60天內繼續談判，最終協議。特朗普在簽約現場稱，這對兩國和全世界都意義重大。美方團隊對這份協議非常滿意。現場照片通過社交媒體迅速傳遍全球，看起來像一次外交突破的標準畫面。然而不到24小時，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哈梅內伊就在公開信中明確表示，我原則上持不同意見，但考慮到總統作為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所做出的承諾，我給出了許可，原則上持不同意見。這種表述在伊朗這種政體、這種國家毛拉政權這種政治語境中帶有特定的含義。它不是徹底的否決，但更不是明確的支持。它意味着協議簽了，但這不是我的主張。納巴維安的電視指控更進一步，他宣稱穆吉塔巴在4月5日、4月19號和5月24號的通信中，就是3封信中多次反對任何不承認伊朗有濃縮權利的備忘錄。而談判團隊在巴基斯坦會談中達成了協議，
與原本應該發生的事情完全不同。談判團隊發言人將這些說法稱為陳舊且被歪曲的，但納巴維安指控被國家電視台直播信號被掐斷，錄像被刪除，總幹事辭職，這一連串的動作比任何聲明都更能說明問題的嚴重性。伊朗的決策體系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最高領袖掌握最終決定權，但總統政府負責日常行政和外交，革命衛隊控制着導彈和核計劃，議會中的強硬派自認為是1979年革命精神的正統守護者，這些力量各有各的盤算，各有各的底線。面對外部威脅時，他們可以保持團結，但戰爭結束後，利益分配問題立刻浮現。我說了，這談協議的時候，實際上就是切蛋糕，怎麼分配着利益啊？顯然衛隊沒有占着便宜。伊朗被解冻的資金，即便解冻，到時候也是買美國的大豆和農產品，而這個，對吧？又是伊朗人的民生，对吧？歸佩泽西强支配，衛隊跟着後面忙活一陣子，流了血，挨了揍。炸得七零八落，沒得到什麼好處，能受得了嗎？談判派想要解除制裁，而強硬派擔心失去政治影響力。革命衛隊要維護自身的地位，每個派系都希望從協議中獲得利益，但沒有人願意承擔讓步的責任。在這種結構下，伊朗正在運行着一套雙軌政治，談判派負責和美國接觸，強硬派負責監督談判派，而最高領袖則保持戰略模糊。成功了，功勞屬於最高層；失敗了，責任屬於佩泽西奇。這不是伊朗特有的現象，就這種制度，類似制度都可能存在類似的分權結構。但伊朗的特殊之處在於，這種雙軌政治已經被制度化，成為決策體系的一部分。當談判代表在凡爾賽宮簽字時，德黑蘭的強硬派已準備如何拆解這份協議。納巴維安的電視指控正是這種雙軌政治的極端體現。他的指控未必代表最高領袖真實意圖，但他暴露了一個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當伊朗內部存在兩套相互競爭的決策聲音時，美國能相信誰？也就是特朗普，你跟西裝派談判有用嗎？美國能相信誰？美國的外交體系有一個基本邏輯：任何協議首先看內容，其次看執行力。執行力來自權力統一。冷戰時期，美蘇談判之所以能夠推進，是因為雙方都知道克里姆林宮和白宮能夠兌現承諾。但今天的伊朗暴露出另一種情況：總統說可以談，談判團隊說已經談妥了，最高領袖說原則上堅持不同意見，強硬派議員跳出來指責代表團越權。這已經不是談判問題，而是權力結構問題。對於特朗普政府而言，最致命的打擊不是伊朗拒絕協議，而是協議簽完以後，伊朗內部還有人能夠推翻協議。美國鷹派就是強硬派，過去一直攻擊談判派，理由就是伊朗會反悔，這次就是反悔協議。但這次密信事件相當於主動給美國的強硬派遞了刀子。未來每推進一步談判，美國都會不斷追問同一個問題：對面坐着這個人到底能不能代表伊朗最高領袖？也就是你談判的人，簽字的人，他能不能代表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同意不同意？穆吉塔巴同意了，衛隊同意不同意？强硬派會不會再次推翻？所以我一直說，特朗普在跟誰簽協議？你跟西装派簽完了之後，你怎麼落地，怎麼執行？穆吉塔巴一再強調不放棄核能力。另外，最近伊朗最高領袖穆吉塔巴也再一次发表聲明，他又出來講話了，不是講話就發表聲明，通過書面的，他說呼籲進行全面司法改革，加大反腐力度，並繼續追查美國和以色列的戰爭罪行，也就是美国和以色列要賠錢，而且進一步還要審判戰犯。穆吉塔巴呼籲就近期戰爭中的襲擊事件，包括在米納布和拉莫德發生的襲擊事件，採取國內和國際法律行動，並表示對伊朗已故最高領袖阿里·哈梅内伊遇害案的調查應繼續進行，直至責任人被繩之以法。也就是說，穆吉塔巴還要為他爸報仇，如果不為他爸報仇的話，殺父之仇，這個6000年的文明他怎麼能容忍呢？對吧？叫殺父之仇，奪妻之恨，這不是最大的仇嗎？仇恨，如果你這個仇都不報，你何以德服波斯人？但是你要報這個仇，那你就得把這個
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送上審判台。我們再看看以色列，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6月27日晚稱，以色列、美國和黎巴嫩政府已簽訂框架協議。這項框架協議是對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的沉重打擊。他同時稱，這是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國在對伊朗說，你無權介入，也無權發揮任何作用。內塔尼亞胡還說，雖然以色列不是美伊協議的締約方，但在伊朗核問題等核心議題上，以色列仍將向美國傳達自己的利益訴求，也將堅持以色列在邊境的利益，絕不會撤出黎巴嫩南部所謂安全區。也就是內塔尼亞胡表達兩個意思，一個在黎巴嫩，那真主黨是要被解散的，伊朗無權插手黎巴嫩的內政。第二個，美國和伊朗你談你的，以色列有自己的訴求，尤其是核問題。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國達成了一個框架協議，那麼這裡面這個協議實際上美國要對黎巴嫩進行人道主義救助，物資錢要到位。黎巴嫩政府要同意以色列要求把黎巴嫩真主党給解散掉，做到这些，那麼以色列才可能從黎巴嫩南部撤軍。而為此框架協議，黎巴嫩真主黨領導人卡西摩表示，黎巴嫩與以色列在華盛頓簽署的協議無效，稱其為主權的喪失，也就是他認為政府和以色列在華盛頓簽署的協議無效，真主黨完全不聽。卡西摩在黎巴嫩燈塔電視台播出的講話中稱，這項協議毫無法律效力，必須落實伊朗與美國諒解備忘錄中的條款。在華盛頓達成的框架協議是屈辱、恥辱，也是主權的喪失。他說，協議中將以軍撤離與真主黨解除武裝掛鈎的條款是一個極其危險的提議，越過了所有的紅線，也就是真主黨是不可能放下武器的。那這不就問題來了嗎？以色列要求真主黨被解散，放下武器，但是真主黨不願意，那就接着打。但是伊朗方面堅持要求美國根據諒解備忘錄停止以色列對黎巴嫩的襲擊，這個特朗普實在是做不到。好，關於波斯灣的局勢我們就介紹到這裡，後續我們進一步密切觀察。今天咱們就講到這裡，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